香港歷史最悠久嘅兒童同青少年服務機構之一，香港小童群益會已經成立接近90年。我哋成立咧係1936年嘅，第一個我哋叫做殯儀會所咧，就係由何明華會督同埋一班有心人士，包括咗一班法官啦、一班嘅警察啦、律師啦，同埋咧即係教會人士，包括天主教同基督教，咁佢哋一齊去建立嘅。咁其實當時咧香港係有好多新移民嚟講，咁啊人口激增，咁大家都要揾食啦，咁其實係冇時間照顧啲小朋友，咁所以啲小朋友咧就周街走嘅嚇，咁所以咧就佢哋有陣時會幫人開車門啦、擦鞋啊等等做其他工作，咁甚至有啲咧係會有啲違法嘅行為。成立初期係仿效英國嘅男童會，最早借用港島般咸道香港大學聖約翰宿舍旁邊嘅地方作為會址，專門為男童組織有益身心嘅活動。去到1938年擴展服務，並且係開設女童會，其後逐步發展成男女共同活動嘅兒童會。嗰個職業技能嘅培訓啦，咁可能係擦鞋啊，又或者織藤籃啊、織嘢啊、車衫啊等等嗰啲，其實都會有嘅。讀書啦、識字啦，咁呢個都係重要啦。咁另外就係一啲集體遊戲啦。一個好我哋都覺得好標誌性嘅咧，就係打康樂棋啦，同埋乒乓波啦。二戰結束之後，兒童數量激增，小童群益會喺徙置區成立天台兒童會，為兒童提供基本教育。數目由1954年28間發展到高峰期1965年嘅132間。徙置大廈咧，其實係 H 型嘅設計，咁有4隻翼嘅。咁每一隻翼咧，我哋就會建立一個會咯。咁嗰度咧，每一個會咧，我哋就有一個咧叫做 club leader，咁就帶住40個小朋友左右。當時其實未有公共圖書館嘅，咁政府其實咧一路興建緊好多唔同嘅公園。咁由50幾年開始咧，咁我哋就喺公園嗰度咧就設立一啲咧，我哋叫公園館啊。咁就係一啲公園嘅圖書館，我自己都係花墟圖書館嘅會員嚟嘅。咁除咗推動兒童閱讀，小童群益會亦都會出版月刊，同電台合作製作廣播節目等等，擴大兒童嘅學習渠道同埋資源。喺70年代之前呢，小童群益會嘅會徽就係用一男一女嘅小朋友。去到1986年開始咧，就用行書體表達呢一個童字，咁突出兒童為本嘅理念。而去到2016年就加入咗呢一個綠色幼苗，咁寓意係青出於藍咁解。咁呢個會徽就一直用到而家啦。香港小童群益會嘅信念就係群策、群力、群益，一直關注兒童同青少年嘅身心均衡發展。隨住更多兒童同青少年熱衷網絡文化，小童群益會亦都推展網上支援隊，利用社交媒體接觸青少年，並且舉辦線上線下活動。